頭先我哋講到咧，直向思維，直向思維咧其實係講緊一啲分析嘅嘢嚟嘅。咁我哋講緊分析，咁係一啲邏輯性嘅嘢啦，係咪？咁我理論上我明白啦，喂，我要解決個問題喎，我知道問題係咩喎，我要運用分析呢一樣嘢喎。咁但係實質我冇啲咩工具可以用得到？其實裏邊有好多好詳細嘅我哋叫做理論啦，或者一啲工具你可以用得到啦。咁但係當然唔止嘅。咁我哋今日比較簡單啲，我哋就揀咗3個嚟同大家分享。咁第一個你可以用到嘅一個分析嘅直向思維嘅工具咧，就係 definition 定義。咁我哋都好多學生係咁樣㗎，同埋其實好多人都係咁諗嘢嘅。喂，你畫條裙啦，喂，你諗個室內設計啦，咁啊畫啦咁樣。其實你都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嘢。咁所以你點樣去幫自己分析咧？你首先你俾翻一個定義俾佢先，你俾翻一個 definition 俾佢先。譬如我而家要設計一個體育館咁你唔係純粹係一個 space 喎啊，佢體育館係有一個用途嘅喎。咁然之後你就要去細心咁分析佢啦。啊，體育館咧其實佢裏邊有啲乜嘢嘅活動會進行啦，有啲咩嘅需要咧，有啲咩人要去到啦，佢有啲咩感覺係啲人行入去係會想得到一個咩嘅感覺，係神秘啲啊，定係 warm 啲定點？你要 define 咗佢先。又或者譬如我要設計一件婚紗嘅咁你都要界定咗究竟婚紗係咩嚟嘅，佢喺咩場合嗰度着嘅，想要 project 到咩感覺嘅，所以佢應該咩顏色嘅。咁所以第一個工具你需要用到嘅咧就係 definition， 你點樣去定義嗰件事啦。第二樣嘢咧就係 division 即係將啲嘢拆細咁解。咁咩叫拆細咧？如果我哋講緊啲視覺上會見到嘅嘢嘅，譬如一個鐘咁樣，咁你可以將佢拆細啦。啊，佢有個蓋，佢有支針，佢裏邊有啲齒輪，諸如此類咁。咁如果一啲視覺上嘅嘢你去拆細佢咧，其實就容易明白理解到嘅。咁但係呢個世界上唔係所有嘢都係睇得到㗎嘛，係咪？譬如係乜嘢咧？譬如你自己就係其中一樣嘢。喂，我睇到啫，唔通我得晒我啲手腳出嚟就為之分析我咩？唔係嘅。咁可能係關於你嘅一啲嘢嘅分析。咁我哋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可以用一個工具，就係 mind map 啦。咁大家可能都幾接觸到下呢一樣嘢啊 ，mind map。咁mind map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工具咧，有2個用途俾你嘅。你可以諗到好多嘢啦 ，from mind map。你又可以好有系統咁樣去展示啦，同埋佢幫到你咧。你喺分析嘅過程之中，你唔會離題啊。呢個又係即係 mind map 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咁呢度有一個比較複雜啲嘅 example。咁我哋試下用一個簡單啲嘅嚟到去同大家講解分析一下。譬如果個主題係你自己。咁好咯喎，咁我自己咯喎，咁點咧？如果好多人係冇用 mind map 嘅，佢係唔識得點樣去運用個腦嘅，咁同埋有好多人咧個腦比較懶嗰啲都會咁樣㗎。我諗到一樣嘢啦，譬如我自己，我咧就係懶瞓嘅，咁我以後嘅作品關於自己就懶瞓啦咁。咁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特色㗎嘛，係咪？咁啊好悶咯。咁點樣可以分析得自己分析得好啲咧？點樣可以做分析呢個動作分析得好啲咧 ？mind map 啦，你見到咧中間嗰個就係嗰個主題啦，係咪？跟住圍住佢嗰啲咧係一啲關於你嘅嘢嚟嘅，譬如佢有家庭啦，譬如有性格啦，譬如有朋友啦，譬如有興趣啦，你會見到唔係每一個咧都可以再衍生到下一個步驟落去嘅。譬如我當家庭咁啦，家庭咧我有父母，我有兄弟姊妹，其實你可以試下多啲唔同嘅想法添。頭先嗰啲見到噶嘛，你啲父母啊兄弟姊妹見到噶嘛，係咪？我可以諗下一啲關於我家庭嘅嘢啊，譬如我嘅經濟狀況，可能我係超有錢嘅，我係李嘉誠個仔咁，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特色關於你，係咪？有啲可能真係冇嘅，譬如係愛情咁，我都冇愛情嘅，咁你就唔需要寫佢落去啦，係咪？咪都未必嘅，咁你可能再係咯諗下。不過你盡量揀一啲嘢，即係有嘅嘢先，即係唔好離題嘅嘢先啦。仲有咧，可能你有啲嘢你係冇深入去諗過嘅，譬如我嘅興趣踢波啦、睇書啦、煮嘢食啦咁樣。咁我哋再細心諗下，我最中意煮咩嘢食咧？我最中意煮甜品啦。雖然我最中意煮佢，不過我成日都失敗嘅。其實我係地獄廚神嚟嘅。咁你可能就開始得到一個比較得意啲嘅想法，就唔係人人都係即刻諗到懶瞓，你有懶瞓，佢有懶瞓咁樣。咁你可以由呢一個工具咧，你會得到多一啲嘅 ideas 嘅。咁啊，最後一個啦，最後一個大家係分析思維，直向思維可以用到嘅嘢咧，咁就係
comparison 啦，一個比較啦。咁好多時如果我哋淨係生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邊咧，咁你係唔知自己其他人做緊咩咧，咁係唔得嘅。一個設計師係不可以咁樣嘅。For example，一個例子，其實喂姚明好高喎，咁姚明有幾高咧？其實你冇 concept 噶嘛，佢話俾你聽佢有2米啊，哇！你點知佢無啦啦2米點為之高咧？因為你平時見過其他人，我通常見到嗰啲人咧都係160、170、180嗰啲已經係好高噶啦，哇！佢有2米。呢一個你個好高呢一樣嘢其實係嚟自一個比較嘅概念㗎嘛，係咪？咁做設計師都係一樣。咁尤其是我哋好多時，我哋嘅商品要推出呢個市面，你唔知其他人喺度發生緊啲咩事，你做嘅嘢同佢好似，咁你可能我又唔買得。咁所以你係需要知道呢個市場發生緊啲咩事。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感受到嗰個重要性嘅。咁其實亦都同平時大家嘅做法好有關係啦。即係譬如我而家我想設計一張海報嘅。平時啲海報做乜㗎？咁我都唔知道。我想設計一張海報係 for 賣汽水嘅。咁平時啲廣告係做咩㗎？我而家想做一張好創新嘅，不過我唔知其他人做緊乜，咁你就冇辦法去做到一個創新嘅設計出嚟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第3個工具，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嘅。